大家好，計我話一個屋苑呢有咁多個打卡位呢，絕對係非常之加分。今日呢會同大家睇柏龍嘅現樓，如果未睇過呢，就千祈唔好放過啦。呢條片呢會即刻帶大家睇7座4個單位嘅。首先第一間呢係7座 A5 室啦，763尺，3房1套連工作間連洗手間。呢種戶型呢好適合一家大細呢一齊住嘅。廚房呢採用 L 型嘅廚櫃，門後邊就係儲物空間連洗手間。如果有請工人嘅話呢，咁都嚟做工人房都冇問題。不過留意翻呢個儲物間呢係冇窗口嘅，只有冷氣機嘅啫。長直型嘅客飯廳呢其實就好大，咁非常之實用。柏龍嘅露台呢係採用3合1嘅，你見到依家呢其實向翻內園呢係非常之靚，樓下就係一個湖畔式嘅度假景色。我哋再睇下個浴室，雖然呢一個戶型呢就冇窗，但係呢啲燈光都好舊，都好光猛，仲採用咗淺色嘅雲石添。每個單位都有送呢個浴室寶啦，抽風設施呢都做足嘅。第3間房同埋第2間房呢尺寸係相若，但係第3間房呢由於近露台嘅關係啦，所以個景觀窗呢係比第2間房會細窄啲嘅。然後就係主人套房啦。第2間7座 A6 室，同樣都係3房1套工作間連洗手間，不過尺數就大啲啲，767尺，同頭先 A5 室呢係一個對稱嘅積嚟嘅，所以呢一間呢你會發現同 A5 室呢係差唔多，只不過係反轉咗嘅啫。咁點解會有呢類型嘅積出現呢？咁其實都係俾買家多一個選擇。咁如果你話 A5 室你擺家私嘅方向唔係咁中意，咁 A6 室呢一個可能會啱你。跟住第3間呢就7座 B9 室，咁啊445尺嘅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嚟嘅。呢個戶型呢向東北嘅方向，咁其實係向翻屋苑嘅外圍。有冇留意到有啲係 A 室，有啲係 B 室？B 室呢其實就係向外圍，A 室呢就係向內園嘅，係咪好容易分呢？而2期7座嘅 B 室單位呢，望住嘅方向呢就係錦上路站啦。考下大家，錦上路站嘅另外一邊究竟有咩發展呢？第4間係523尺2房加儲物室，儲物室呢就放咗喺門口嘅旁邊。如果想儲物室當做工人房咁用，咁可能請嘅姐姐就要細個少少啦。3合1嘅露台呢，絕對係非常之實用。呢個戶型嘅景觀呢，就直頭喺個會所頂。最後一間係353尺1房間隔，門個旁邊已經有鞋櫃。作為1房開放式廚房亦都比較大，雖然係1房，但同樣都有3合1嘅露台。
洗手間並唔係開喺個睡房入邊，浴室採用咗淋浴嘅設計。睡房嘅空間唔細，我覺得可以放到2人床添。如果你厭倦咗石屎森林嘅生活，想享受一下湖畔式度假嘅感覺，咁呢一個柏龍，你可能真係要嚟睇一睇啦。影片跌到呢度差唔多啦，嚟緊柏龍亦都會推售新嘅價單，亦都有租盤。如果想睇樓或者想了解更多，可以聯絡我。多謝收睇。